思明呢個名係佢唔中意嘅，佢本名叫方寶儀。入行嗰陣，公司幫佢改做思明，佢唔中意。由入行第一日就唔中意，一直都想改，只係個名已經太深入人心，改唔到。直到有一次喺一個慈善宴會，一個畫家特登用思明呢兩個字幫佢提咗副對聯，佢望住嗰副對聯，停喺度諗咗好一陣，之後佢接受咗呢個名。等人幫你賦予意義，先肯接受自己。呢一句係思明一生嘅縮影。我係姜姜，歡迎嚟到不如問姜探，記得撳訂閱掣同開埋個鐘仔。今集嘅故事你唔會想錯過。2026年3月21號清晨，思明因吸入性肺炎離世，享年74歲。喺2月初，思明因血壓偏高，入院做例行檢查，期間發生嘔吐，嘔吐物倒流入肺，需即時插喉輔助呼吸，病情一度穩定。但3月21號清晨急轉直下，全力搶救，無效。新聞一出，大家嘅目光好快就轉去李家嗰場戲，兩兄弟喺靈堂前互相撕咬，鼎爺喺門外食杯麵 ，Annis 被攔喺靈堂外半個鐘。但係姜姜今集想問嘅係另一個問題：思明係一個點樣嘅人？唔係幾時出道、幾時結婚，而係作為一個人，佢究竟係點樣嘅？今集由頭講起。思明1951年12月5號出生，有葡萄牙血統，原名方寶儀。佢自己曾講過：我生父係葡籍，但唔知係邊個；生母係中國人，連老豆係邊個都唔知。係佢帶住嚟呢個世界嘅第一個問題，而且係冇答案嗰種。坊間有流傳過佢早年身世嘅一些口述片段，但呢啲說法未有正式媒體核實。姜姜唔當事實講，大家知道有呢回事就好。可以確認嘅係，佢係養母劉桂新帶大嘅。思明入行靠嘅唔係試鏡，係一句話，同一個男人。佢五姨娃娃係已故才子黃霑嘅前妻，即係話霑叔係佢前五姨丈。有一日，霑叔見到思明，開口同佢講：你唔好讀書啦，你天生就係做戲嘅。思明當時嘅反應係：咁你幫我介紹咯。霑叔就真係幫佢介紹咗。呢個家族有幾星光，你估唔到。黃霑係思明前五姨丈，妹夫係鄧梓峰，表妹係黃雨詩，三姨劉韻係小調歌后，二姨夏丹係歌手。一個家族咁多人喺圈內，偏偏到思明幾十年都係配角。1970年，思明考入麗的映聲第5期藝員訓練班，同班有劉松仁、麥當雄。因為佢個樣有異國風情，早年做過古裝劇嘅外邦女子，最為人熟知嘅係《倚天屠龍記》裏面嘅紫衫龍王。佢識馬術、空手道、柔道，識到連史泰龍訪港都係揾佢做貼身保鏢。思明自己都話以為係講笑，仲穿住迷你裙去，點知係真底。但係保鏢係有期限嘅工作，主角從來都輪唔到佢。翻香港之後，思明幾十年都係做綠葉，係配角，係旁邊嗰個令主角更立體嘅人。喺熒光幕前係咁，喺自己嘅人生裏面都係咁。入行唔耐，思明遇上李家鼎爺武術指導出身，大聲直接，係圈中出晒名嘅大佬型人物。思明自己講過，入行初期唔識人情世故，成日俾人欺負，係鼎爺幫佢擋過好多次。你試下代入思明嗰陣嘅感受，一個唔知道自己身世，喺人情複雜嘅娛樂圈入面揾食嘅女仔，突然有個人話：我幫你，我保護你，唔止係感激，係一種終於有人接住我嘅安慰。1977年，思明同鼎爺結婚，亦連生咗大媽李詠漢、細媽李詠豪，但係兩個性格南轅北轍嘅人困喺同一個屋企，遲早爆發。鼎爺火爆衝動，思明起靜，最怕起衝突。有次思明生日唔開心，閂埋房門，鼎爺開唔到，一拳打穿咗道門。喺呢一刻，思明做咗一個佢往後幾十年都繼續做嘅決定，唔係嗌交，唔係要求道歉，唔係攤開嚟傾，係由嗰日起唔再睬佢。沉默係佢回應一切處理唔到嘅嘢嘅方式。
1994年，施明申請離婚，結束17年婚姻。後來有人問起呢段婚姻，佢只係講咗一句：男人佢粗聲粗氣，就係呢句男人佢粗聲粗氣。離婚之後，施明帶住2個仔移民去美國，唔係去嘆世界，係喺人生路不熟嘅地方，靠試鏡、拍廣告、幫電影配音，加上鼎爺每月寄嚟嘅生活費，撐住2個細路嘅生活。然後係佢幾乎唔提嘅一段經歷，佢喺美國期間為咗保護2個仔，俾黑社會追殺過。佢後來係咁形容嗰段日子嘅：我放棄好多嘢栽培2個仔，對佢哋好大期望，唔係我好驚，唔係我一個人點撐過嚟嘅，係最緊要2個仔冇事。至於自己係排最後嗰個，永遠係。施明對2個仔嘅愛係整個娛樂圈都知嘅事。佢公開嘅影像裏面有個明顯規律，佢最放鬆、最真實嘅笑容，幾乎只會喺攬住2個仔嗰一刻先出現。2個仔明明比佢高成個頭，但每逢影相，施明都係緊緊攬住佢哋，黐到最埋。大家睇到李永漢今日講得出打 X 死你呢句話，係因為佢由細到大試過無數次，阿媽唔會反應，唔係施明唔愛佢，係施明愛到唔敢設任何界線，因為每次想開口，心底都有把聲音：你咁做，佢哋會唔會唔要你？無條件喺度忍讓，反而令人學識咗唔需要尊重你。2022年，細仔李榮豪同台灣女友 Agnes 要結婚，施明起初擔心 Agnes 嘅年紀問題，建議阿仔多觀察下先，點知李榮豪唔理，決定直接結婚。婚禮嗰日，施明冇出現，李永漢亦冇出現。全港傳媒話岳奶奶嫌新抱年紀大，婆媳不和，施明搞鬼。施明冇出嚟澄清，又係沉默。直到施明走咗之後，鼎爺先喺傳媒前爆出真相。施明根本係想去嘅，係李永漢親口威脅佢：你去細佬個婚禮，我就打 X 死你。呢句話係一個大仔對住親生老母說出嚟嘅。施明冇報警，冇對外講孭起岳奶奶嘅標籤，留喺屋企一聲唔出。唔夠膽？唔係，鼎爺幾次求復合，佢堅決拒絕。演藝圈有糾紛，佢唔怕企出嚟，但係對住大仔嗰句威脅，佢沉默咗。因為喺佢心裏面，如果佢反抗，佢就會失去大仔，而失去大仔係比任何屈辱都更難承受嘅事。婚禮之後冇幾耐，施明喺屋企跌倒，頭部重創，緊急入院開腦手術，住院接近1年。就喺佢同死神搏鬥緊嗰段時間，養母劉桂新喺2023年2月離世，施明連最後一面都見唔到。出院之後，大家以為最艱難嘅時期過咗，點知2024年底，尿道感染引發細菌入血及器官衰竭，喺1個月之內，施明接受咗3次開腦手術，3次1個月，年過7旬嘅女人，每次都撐過嚟。所以當2026年2月再次入院，家人以為係例行嘅事，血壓偏高，檢查下就算，點知嘔吐物倒流入肺、插喉，一度穩定。3月21號清晨急轉直下，搶救無效。施明走嘅時候，大仔李永漢趕到醫院，但媽媽已經走咗，最後一面見唔到。細仔李榮浩因為同哥哥之間嘅長期積怨，更係靠外間消息先知道。而佢嘅妹夫鄧子峰係睇新聞先知施明走咗。有親屬關係嘅人要靠睇新聞先知道佢離開。施明臨終前留低嘅遺願只係一句：最緊要係2個仔好，唔好爭拗。唔係我希望有人還我公道，唔係我後悔過去咁多次沉默，唔係任何屬於自己嘅願望。係最緊要2個仔好，到最後仍然係仔係主角，佢係配角。然後係大家都睇到嗰場喪禮，大媽李永漢安排人攔住細新抱 Agnes 入靈堂。Agnes 喺門外企咗半個鐘，一言不發，靜靜咁鞠咗個躬，轉身離去。細仔送嚟嘅花圈，連 Agnes 嘅名字都俾人攞走咗。鼎爺喺靈堂外，一個人捧住杯麵，隻手顫抖，食咗幾啖。2兄弟喺傳媒前互相攻擊，
大仔唔做嘢，每月仍收住鼎爺5萬生活費，細仔被禁止探望思明超過1年，威脅思明唔准去婚禮嘅真相，一件又一件喺喪禮前後陸續曝光。思明成世人最後嘅心願係兩個仔唔好爭拗，喺佢屍骨未寒嗰陣，佢成世人最愛嘅兩個人喺全港傳媒面前爭拗到面目全非，一輩子嘅退讓換嚟係呢個結局。姜姜今集講到尾，想講翻開頭嗰件事。思明一生人唔中意思明呢個名，因為係別人幫佢定嘅，但佢嘅一生係一樣嘅。演員係公司幫佢定義嘅身份，配角係行業幫佢分配嘅位置，岳奶奶係全港傳媒幫佢貼上嘅標籤，思明係一個陌生人幫佢改嘅名字，每一樣都係別人定義嘅。而嗰個叫方寶儀嘅人，嗰個有立場、有性格、識得拒絕鼎爺求復合，喺異鄉獨力頂住黑社會嘅女人，幾乎從來都冇被人真正見到過。因為佢以為只要縮細自己，只要唔發出任何聲音，只要成全所有人，佢就會被人留住。但最後縮到冇晒自己，都係冇人留住佢。希望思明姐去到另一個世界，唔需要再等人幫佢定義自己係邊個。希望嗰個叫方寶儀嘅人，終於可以做翻自己人生嘅主角。如果你睇完今集有感觸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姜姜知，記得俾個 like，訂閱不如問姜探，開埋個鐘仔。我係姜姜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